伴随着虫鸣鸟叫声，一名部落长者拿着猎刀，在山林间屹立着。乌颈猎刀是男性的专属物品，婚礼中女方赠予男方象征性生活。男人制作刀鞘和图腾，展示勇气和狩猎技能。刀鞘上可能绑着战利品，如头发或山猪的牙齿。太鲁阁族广泛使用刀具，包括剁肉、伐木、狩猎、防卫和削皮。在太鲁阁族中，猎刀的制作是一种传承，一铁一锤间，钢铁成型，也象征着部落精神的延续。这是一把猎刀，更是一段文化的记忆，从祖先到未来，它的故事永不终止。在太鲁阁族的传统文化中，猎刀不仅是一件工具，更是一位战士、一名猎人的灵魂延续。每一把刀蕴含着的故事，是曾经伴随着勇士穿梭丛林间狩猎山猪，也曾经在部落的战斗中成为了守护家园的武器。刀鞘上的毛发记录了每一次的胜利与荣耀。